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嘞》，我今日是娘娘阿群妹，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嘞》。有看到无？阿群妹拿顶衫呢，安尼拍啦拍嘞吼。虽然也哈已经也秋天呢，不过我去到那一篇当中的拿衫呢，安尼拍啦拍无。题目，答案就是那6对。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啊，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天时渐渐的变凉的，不过大家就同时合嘴去那杯行行聊聊的。今日节目当中就会来邀请大家向下来到呀6对客家文化园区向下去聊一下了。韩国呀一年四季啊，对呀春江夏云秋暑冬从一年四季就会按样过题。不过今日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秋暑爱做嘛嘅，新嚟呀2018-6对秋暑季嘅内列法通有按到嘛嘅好搞好料好食嘅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邀请多位来宾来分享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嘅何金良主任来到现场，分享主任。大家好，我是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中心主任何金良。好，分享主任来到呀，同大家来分享亚白嘅内列法通主题按到秋年大地好舒适。有看到鸦片有讲嘅呀海报吼，韩国当国汉特别写嘅呀客家嘅罗马拼音。哦，亚白嘅主题做嘛嘅会按到秋年大地好舒适，同大家来了解一下。好其实俺对6对文化园区。都当然2个时间，俺都按照cái高秋嘅时间来判内列来发通。俺想话安尼是得对大概有机会想做下义工嘅天时较凉咧，然后来到6对天气活动舒爽，用安尼发通，让大家当然，拢是得讲，来时间呢对留落来。到高秋嘅时节，来到南部客家中行了一下。唔错，韩国像我啊，吃到呀延期地度真正系懂是还遛小孩嘅素材。睇盐嘛，是的，嫩都是啊。唔错，因为迄套纪片唔但唱有个动态嘅照片，韩国有像河巴用嘅这个小池塘，对，有水樽咧，做得去搞水，做得去野菜，做得去看展览。故说亚白嘅秋年。代替好舒适呀，柜内的那个发图对呀，一开始含有基点的部分。基点很用的基点同大家来相贴。你看俺判发动有时想到讲，来文化性可以加强起来。其实俺有想到讲，客家人做起农做农较多。对年初的时，大家拢会祈福，希望讲来天时会同人相向，天公会保佑。过年底的时，大家会感觉讲，会对神明感谢，对同多人来感谢，用了万福的方式。俺用去年开始，俺就安尼想讲，以前嘅老嘅。客家嘅音乐啦、祭典嘅仪式吼，咱都记录落来，吼。今年俺嘛系头个发动之前，俺来做今天来祭典，有邀请到应该会前队嘅联络嘅八音团来做安尼嘅安排，你还嘛有同到学校像美好科技大学。还有高雄师范大学，今日学生、新生嘅，感觉安尼都有意思。今日都带新生咪到学生来听下来，拍了纪录片起来。我来翕纪录片起来，因为像也系规个照古法古礼来拍。就系为到一本亚哈人可能冇来参加，一般平常时唔会来参加呀万福安用嘅祭典。不过听讲安用嘅法通，本大家提讲，亚早时节秋暑季咧，大家就会爱感谢一下，爱来拍呀万福嘅安用嘅祭典，做得来看看啊，照古礼嘅方式。韩国呀拍呀万福祭典嘅时间，咩请何主任同大家来了解一下。好啦，后日对11月初2啊，按不时。俺就循古礼来做，差不多6点半开始邀请做下讲俺就有八音剧团也都同俺安排古礼来对天神祭拜，天意嘅对
主要嘅发动嘅开始。去年主要发动开始诶，哇，很壮观，看到也名诶，有前3人而来念部诶哦。错，俺对去年开始就想，俺就对客家文化园区係一個生態博物館嘅形式來經營。去年俺做用嘅故事，咪係綠隊嘅故事嘅檸檬來做，鄉下來釀造安尼檸檬酵素。去年哦，咪安尼千萬人哦，鄉下參與，咱講嘅係集體嘅生活記憶，集體嘅生活記憶。大家有關嘢係客家嘅鄉親，其實咧轉來嚟綠隊故鄉，嘛有其他帶喺度北部啊、東部啊客家朋友是嚟看到，錯。去年啦，檸檬酵素啊，差唔多6太盎嗬。今年呢，又是得用了6太盎呢來做今年嘅發通嘅一個基礎嘅元素。哇，看下相片動壯觀呢！看解盎嗬，然後有6盎今年咪有拿2盎出來做安尼嘅飲料，嗬。今年就揾一個咪係對客家文化元素都有影響嘅藍染，藍染嘛係安尼哦，大家實在看到大家已經有差唔多1200人嚟鄉下來做呢件事情。100人就做得出來哦。有先生來教咱，教大家自家嘅手感，還有想法無相關，佢無可能無天初橋喲。得條無天橋，唔好弄東江。你帶進去木卡嘛，是嚟感覺講，你係參與客家種文化，你係一個經驗嘅發通嘅主要嘅開始。也主要嘅開始嘅時節就係到11月3號。錯，係。禮拜6係幾日嚟嘅發通就做得來參加，沒有？早晨9點到12點。錯。韓國有限聽哦，限聽人數。錯，你喺報名中嚇已經完成了，冇啊！我們還開放了200個候補名額，一起來參與。古時候還喺度嚟去現場，假使講最近冇報名到，順豐開咩做得看得到啦。還有可能鄉下做，明年就提早報名。明年聽說會提早報名哦。韓國好唔但搶有做得大家前2、3年鄉下來參加嘅活動，另外還有表演好看哦。主要係俺咪搶到嘅萬萬先鋒隊嘅先生來教大家，發揚大家來鄉下來學習。古時候都係搶無共用素材，綠隊各無共用素材人來教大家來做無共用嘅事情。古時候主要主持人講到講表演，俺今日下主持，俺都想到講嗬，李文顧先生嗬，呢個故事嗬，當然，客家人嗬。而看年少可能看唔掂，講有個廿愛可能攏有。我爸爸要同我講過李文顧，也係真見嘅愛弟李文顧，有3年有隻角色非常嘅紅。錯，俺就想到講，俺個位女僕咪內外嘅隊咪嗬，應該有個李文顧。女僕誒，歌劇團，俺請佢來表演。意思係講，當然對我做下講啊，以前嘅生活嘅記憶，是在對自家嘅聲音嚟講，你對以前我阿公時候嘅聽嘅故事，俺想係一代一代傳落去，當然呀。對客家種綠隊地區有表演嘅團體咧，俺有機會俺攏會搶佢過來。俺相信嘅表演，一定會讓大家感覺講，又動sen曲，又有動有客家嘅元素喺度。因為其實李文顧本單開始係用廣播劇嘅，用講嘅，用彈嘅，按用來接觸按用嘅表演嘅方式。不過其實也下因為有劇團，佢規個係用戲劇嘅方式按用來呈現。錯。哇，古時候做得來，想象一下，後生人做得來，看看啊，頭擺上來，爸爸媽媽、阿公阿婆記到啲嘅唐詠嘅廣播劇，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做得來到現場去回味一下。哇，真係好，非常特別嘅一個表演演出，愛帶本大家。
杀下来吼，其实唔但唱李文歌，还有韩卡多某腔嘅表演。从俺俩主要有报告讲吼，对12月初3开始来主要发通开始到17号，拢有安排发通啊。当然像林庆嘅东西国小啦，演员讲东市啦，俺太普讲东西国小哈，丰田国小啦哈，还有其他嘅团体，还有嘅像曾仲伟啦哈其他好嘅东优秀嘅加嘅演国术啊，音乐创作者哈，俺都会邀请佢唱下来。跳舞错，俺都希望讲吼，呢个係嘅客家語文表演嘅平台，當然能有看到不同嘅年代嘅老嘅年少嘅表演者一直傳承。啊，大家感覺講，看客家嘅歌舞表演，看客家嘅聽客家歌曲，攏係當自然嘅生活嘅一種體驗啊。冇錯，對呀，下開始吼，禮拜六、禮拜日呀，12月3號、4號，12月10號、11號就做得來參加廿8嘅發通潮音大體好書城。其實呢度還有當到相關嘅呢啲發通，愛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先休息，等下再個再來同大家分享哦。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邀請大家去到綠隊來聊一下嘅，因為啊綠隊啊，啲後日開始就會開始來拍下2018嘅潮書節，揾到潮音大體好書城，有呢啲嘅發通，唔但唱又好看，又好食，又好拿，非常嘅豐富。啲後日就開始了，鼓手殺下來，然之後來細夾來唱，人哋主音好，再過來同大家來小記。除大家已經講嘅非常多，唔但唱有呀萬福嘅祭典啊，還有前人來演舞嘅啊，還有來做教書啊，還做得來參加呀語文嘅表演，來看語文嘅表演以外，還有當到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嘅哦，比如講唱呀，按到好合彩中有演戲，也係睇3人來參加，做得來看物嘅。好，俺始終講到講綠隊文化園區係綠隊新一個鄉鎮區嘅平台，不止係產業嘛係文化嘅平台。啊，另外俺都邀請新一個鄉鎮區呢，跟自家用自家在地嘅特色，來用嘉年華會嘅方式來表演。因為俺家本人係30公頃吼，嘛算開闊啦吼，啊大家係共下來用自家嘅特色嚟表演，不管你係用順嘅方式呢，攏會展現自家嘅特色。啊，下一擺大家來到綠隊文化園區講，你係新皮啊，你係嘉東啊，你係閩南啊，你係嘉興啊，啊見到有印象，下一擺都是得佢咁樣有行了安尼。啊，當然俺嘛安排講，因為是街頭藝人吼，來到園區底部來共下來互動。啊，咧底部有愛人係表演當好啊，啊有愛嘛係看弱勢啊弱勢團體吼，俺嘛邀請佢用呢個機會有表演嘅互動嘅機會。啊，當到民眾都是在用呢發通底部呢是得參與俺嘅一些小遊戲啊，有嘅是得拿到一些文創嘅商品啊，你都共下來，是得讓民眾嘛歡喜，表演者嘛歡喜，還有新嘅種鄉鎮區，攏本人也都了解。好，家下有談到重點嘛吼，都得來拿文創品。其實像呀，根本嘅同大家來太公開呀，這個T圖吼，其實T圖頭講係腦背吼。當然，前當前未到有隻自信，嗰時基本嘅節目地都太放鬆本大家，也地都好有5個
街头艺人家就会表演，同家就翕相、上传，就做得来温雅文创商品。不过拜托大家互相谅解啊，跟咱限量啊，大家竟然有拿到大家翻译，啊无拿到明年过来哈。古上暑假我下夹到诶，大家做得来看啊，对呀，广场哈，喷泉广场。 顺方也有一个红色的路线，呀，红色的路线后沿途全部就做得有看到呀，第一个是这个爵士鼓打击队，韩国有呀技术的表演，也係個有衣服的表演啊，韓國薩克斯風啊，韓國泡泡表演，呀，就係街頭藝人，大家就做得來去參加，同其他的翕相，韓國同其他的來做互動，嘿，韓國家頭前面有講到吼。 當到6隊來自6隊各個無共用素材，其他就會做其他的設計表演，特色嘅表演。哇！我知道要當 TPA， 因為唔單槍做得本，大家認識一下6隊打造素材，各個無共用素材有無共用素材嘅特色。對，還做得上大家許多其他嘅片料。係，我哋辦法通攏係希望講小解規個6隊嘅文化還有產業嘅特色。唔錯，其實也看到也相片，知道動腦年呢，唔單槍有也唱詩嘅表演啊，韓國還有呀。 真影像係非洲鼓嗰種，表演起來都本人感覺動腦熱，啊個動神氣啊呢。對，俺期待咪要安排俺自家嘅太師兄啦，嚇會反映大家，大家裝置藝術，錯，反映大家是的，都現場會看到神奇嘅太師兄啊，嗬，竟然有新嘅裝扮嘅哦，係啊。對，哦，大師兄當年都會有冇見過嘅裝扮？從俺會不記說新嘅造型啊，跟大家翕相起來，咁樣講，當年都看到佢冇 Q 樣，錯，就竟然嗨大師兄，你竟然做到冇 Q 樣哦，像呀娃娃沒懂得影響。錯，亦係多年前。 同意啦，你開發出來，裝修都太卡。那就是大師兄本人，嗨，大家好，我係大師兄。大師兄，嘿，剛剛有講到吼，翕相就做得來送文創商品，文創商品今年其實沒有帶來。有。對，也是這個大師兄旗下的所有嘅角色的一些相關嘅卡片。係2、3年越來越多表演嗬，等下有機會我上來同大家。冇錯，還有表演愛同大家來小結，唔單唱安尼吼。 是愛你也一段時間都有6隊文化園區來翕相，也係講翕樣片，就做得來參加一類整樣片、整相片的按用嘅法圖。錯，俺去年都開始想到講6隊嘅演員用上來，讓大家有時間都來親將親好嘅素材來紹介俾大家。去年係中下6隊客家總統時代，今年俺都想過中下都園區地擺來用。入樣嘅方式，用相片啊，用攝影的方式，大家是在上俺嘅網站嗬看相關嘅資訊。當然，你好嘅作品，俺下去把它做俺嘅宣傳啊，讓大家嘅好嘅智慧，還好嘅藝術呢，讓越多人來向下欣賞啊呢。嗰時候其實有6隊嘅演員，頭擺有攀過，係去年開始攀啊，用6隊嘅什麼嘅鄉鎮去，而且家那位拍片攏是的，今年俺都想過來了位6隊園區地擺，用俺6隊園區來做一個場景來設計，我感覺地擺嘛有要求講，你要用客家音做一個主要的表現模式，用客家語言嘛，客家語言、客家話到地擺。其實像安用就做得，大家平常時睇到都會聽說會翕到相片啊、樣片呀的，是愛這個頭髮一啲啲嘅想法，一啲啲嘅設計，就做得老幾變做一類，做得來參加比賽安用嘅法通，韓國中獎金有看到冇？阿權妹下眼就會跌下來了，20萬。安讓大家用親好嘅作品來參加呢。真嘅，聽說喺小嘅大家細細夾來報名哦，韓國唔單槍安尼吼，來參加，還有嘅彩節嘅法通做得去看。沒錯。彩節嘅法通，韓國還做得初獎。
错，哎。哇塞，也着要摕台风嘛。反映大家来到六都人都感觉讲，大摆来拢感觉讲有客家文化嘅接触，啊嘛有按精心嘅安排，总系小小嘅惊喜嘅啦。不过对于生活来讲，来到客家庄，小确幸，希望都安尼嘅感觉，希望都安尼嘅感觉。其实吼，前一步嘅係安尼台北市嘅客家語名嘉年華，唔過吼台北就係北語名南中庸，其實都也偏偏做得來看到人語名就係中庸公安樣嘅信仰，都延期啲都未看得到。今年俺嘛特別同因個中庸公嘅會合作，佢嘛會倡導因中庸公到咱個延期來讓大家來創業參拜。啊，俺啲輩嘛有一個開基嘅白宮，其實客家人對白宮啦，還有中庸公嚟到，攏係當虔誠嘅感謝啦。故說俺想到講，你也拄好有來也會先對中庸公參拜，他即擺有時間呢，都到昨天來中庸公，好好去看，又有文化古蹟，又有客家嘅中庸嘅精神同地位嘅故事，我感覺安尼嘛對客家文化傳承上一個較有保望嘅所在安尼。其實我知道吼，像按樣傳統嘅信仰啊，雖然也係有啲人可能會想講，我冇辦法當相信呀、信仰呀件事情。不過，按照的本大家來認識一下，韓國係透過科技嘅方式，我哋來做科技方式嚟請咩係冇？讓大家感覺講，當到我想講，大家應該運氣當好，超起來啊，對人來講係好啊，人都想努力去做都會達成。啊，有嘅所在可能係較注意做嘅事情嘛冇要緊，對人嘛講嘅人生嘅提醒講，注意乜嘅事情就唔會講上潛私下的。那咁樣嘛一種自我嘅檢視啦，來當到睇人生人多一個好料嘅遊戲啊嚟。其實真型係呀。貴州六對文化園區唔但唱好佔體非常嘅發，非常嘅大，佢地圖嘅內容咩係當豐富，唔但唱冇天時，我有冇強用嘅展覽到地圖，按用貼片嘅時節，還有貼片嘅發通，韓國呀對呀，安尼唔管係客家人嘅民俗、族權文化，甚至係安尼祭典呀方面嘅事情，全部就想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古時候，準備人嘅行程就拿出來，夾下下，準備來去錄對了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來同大家分享。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中意看阿權妹，家下吼前兩天已經同我啊收集非常多嘅好消息，第六隊文化園區嘅好消息，大家做得去六隊行了了，韓國來參加一班2028嘅秋暑季，有幾個六隊位數嘅人啊，全部就集合到呀園區裡度，同大家來分享佢哋自家嘅特色，韓國客家人嘅傳統，客家人嘅文化，唔單止又好食又好拿又好看，非常非常嘅豐富，還唔單止安尼，還做得去買東西。呀，講到也好，可能電視機頭前嘅媽媽阿姨啊，就哎呀，冇做就打開就動機咩，想要來去買東西嘅，真係呀，特色嘅事情要按到嘛該做得來買嘅。主要主持人講得好，俺都希望講大家來客家莊老了嘅時候，對客家產業啊，會感覺講，你攏會當食材要當有好品質嘅好東西先買轉去嘛，啊，你班俺都用安尼方式，去合個小農咩，你睇俺當感謝講，俺都後生人進來自家故鄉做農啊好啊，用自家由以前留落來嘅田地，啊用自家新嘅觀念、新嘅科技啊、新嘅想法，啊要較優先嘅方式來做農啊，咁啊你都令人感動啦嗬，啊嗰時像屏東咧嚇新嘅可啦，咖啡啦，甚至有個小農嗬，我感覺種其他小個雞卵嗬，也是有自己的特色，俺都希望講，安尼其他起來攏大家看到，每一個產品攏係給來故事，給來付出，啊當然人我感覺講，你要了解
人用顺做出来的，佢用顺付出，你要感觉讲懂感谢，买一个东西当然係因自家出钱，不过对人来尊重，对客家庄嘅了解，感觉了解伊个当好嘅机会。咱延期啲杯嘛有差不多4分鐘嘅 team 嘅，你啱啱仲有當到嘅東星拍啦，拍菜了掉，對18號開始。真係有啲嘅鐘啊，大家民眾坤獎聽聽冇啦，民眾在前後日都是搶下來幫菜嚇，你自家嘛是到眼前去做，看到人用順做，自家參與到地方，你冇咁簡單。你能最後收成係，所以我懂感謝講，很多人來通呢片土地啊，呢邊用農嘅方式，用其他嘅方式來讓大家能生活同便利啊。嘅注意唔講地波係真見有啲嘅種菜，今日係要看到有嘅田哦，係真見有啲嘅種禾嘅，係冇？有，當然我都做安尼啊。咱都係10天來時，6天來時，個無是攏會請年輕來學生誒，還有民眾來報名參加。呢條米呢，錯，呢條米咧，今年咱做出當多嘅好事情啦，嗬。第一個我要是啲年輕地區嘅老人家啊，嗬，係講育幼院咧都需要一些米煮盤嘅，咱都送過去。第二個我們要做義賣。做義賣時，我哋用啲錢又交本鄰近地區嘅較弱勢嘅團體，我感覺用安尼嘅事情呢，有民眾起來做嘅事，佢就感覺講，搶下來做做啲食物啊、穀物啊，佢相對嚟講，不單係自家嘅體驗，還是在做更多好的事情結合出去啊！哇，真嘅，因為其實像安樣吼，唔但搶做咧，自家去到嗰邊做得行了了，因為你還做得看到，而且嘅米算來係用嚟來嘅。迄假使講你去啊到鐵石嘅小農事業，聊嘅時間，你可能做得同佢哋小農同佢啊到來，打嘴過一下，談看下佢啊到對佢啊到自家農產品嘅想法係乜嘅，佢啊到嘅理念係乜嘅。迄假使講認同佢，就做得買轉去，又搞到一啲朋友，又做得識到好食又空天嘅農產品，韓國全部就係啲啊綠隊天氣蔬菜來嘅，完完全全感受得到綠隊客家嘅特色咯。唔但像安尼，大家談到小農事業就吃到可能已經飽誒，唔過還有較飽嘅愛伴大家，就係呀，好多風俗式福宴啊，也係做得來攀就有120種哦。2年安尼盼吼，對講最主要講啊，綠隊新嘅鄉鎮區佢嘅農產嘅特色，請當地嘅師傅呢做好啊客家料理，像係用到講閩南嘅雅蓮啊，嘉義嘅麻竹筍啊，還有像以前嘛烏啊嘛用到啊，啲擺嘛又用到講其他講像新皮啊、木瓜啦、檸檬嚟到，我感覺啲都係本人感覺食材體啦，冬令啊，安尼當好，啲都民眾自家用自家嘅錢來參與安尼嘅客家美食，我有感覺講，安尼有嘅感情同地位啦，120種，差唔多還有幾種嘅量限制嘅天，還真正嘅係純幾種嘅天咯。你可以想象講，1000萬人鄉下安尼食客家種嘅美食，我感覺安尼嘛係對大家來講係當好客家生活體驗。韓國啊，呀地位嘅菜色人愛看到呀，海南水見流哦，都是東謠哦，嘰里咕嚕哦，有乜嘅喏？有呀，秋葉春風四季拼，四季變呀，係乜嘅用新皮嘅木瓜絲，韓國哇，還有松子嘅綠竹筍，萬萬嘅豬腳，同呀客家嘅鹹嘅。鄉下來做嘅，故說也可能一出菜一品菜就有來自無共用蔬菜嘅東西，鄉下來做結合。韓國有哇有鳳肉，哎呦，真傳統、真象徵嘅呢客家嘅一項食材一套料理。韓國還有高樹鄉嘅鳳梨，哇也咩好食咧！阿喬我頭擺沒有去看過。韓國有客家板條，韓國對，韓國用梳子係就係藍布子，對不對？古時候綠隊人喊叫到梳子。韓國撒下來有蒜苗嘅豬腸炒芎絲，韓國也用
要照时节，大家做得来什么嘅白玉萝卜，错，米浓嘅萝卜咧，要做得来食呀，煮汤嘅部分，韩国有六季天气有出山冻到卖嘅。错，但清油名，家个蔬菜做名，个梅啊清油名。哇，韩国沙下来係檸檬係足甜嘅檸檬。錯，又咪全國清有名嘅檸檬，有機啊，還有品質真好嘅。哇，古時唔但搶呀，一傳做啲本大家，食到飽嗶嗶，還做啲本大家嚟認識講，下六對天氣，乜嘅蔬菜出產乜嘅東西，就做啲嚟認識一下。韓國唔但搶愛嚟，大家吃到食就幾件東寶嘅，錯冇？都市愛包義工咩愛來糖寶來。錯。還有見食飯，還有見有表演，見有演講好睇好看哦。錯，像羅文玉啊、魏如雲，呢啲係客家當有名嘅演藝人員咩嚇，還有後生團裡邊嘅沈橋泰咧，都有名。我都希望講雖然客家嘅美食啊，聽人客家嘅音樂係嚟真好。真然古同分享大家春無幾道種族咧，大家實實日日來報名民族嘅法堂。韓國阿權妹講到日下，雖然動嘴但唔講嘅，還有當到東西愛講，還有人偶劇做得來看，就係人家下講嘅我們的大師兄。錯，呀，我同意哦，當然這2-3年哦，用咱哋嘅音樂啊，還有客家嘅故事哦，來攏落落嫩嫩，攏是得欣賞到咱嘅戲曲啊，咱地方當到故事哦，當到嘅志工哦，70、80歲啊，很多咱哋出音樂會表演，啊，到地方表演。有志工向下來表演。大概呢個T2還有T4個禮拜日下晝時，歡迎大家來。真嘅，其實我頭擺客家電視台咪有去翕過有播過，對呀，這個播公你好生開始。其實呀，鬼出戲劇，出台這個大師兄非常可愛，韓國吉亞布卡嘅聲音，咩動定一下，因為呀劇情全部就係同客家相關嘅，呀電視當中咪做得來看到呀相關嘅樣片，呀擺咪有新嘅劇情哦，新嘅劇本呀擺按到愛頂轉太年。愛頂轉太年，韓國咪有貼片，呢個量身打造音樂，錯係，對，非常非常嘅精彩，係歌舞劇嘅部分。係，歡迎大家到現場來欣賞，還有看到安尼嘅表演，一定對客家文化嘛有當好嘅認識。對，除咗呀人工嘅劇以外啊，還有呀火龍戰，所以火龍係乜嘅東西？啊，其實人六對天氣以前嘅水田啊，無係種真發達咪嚇，啊火龍係該不係人講係那個黏米係啦嚇，該米國係是要打成白米係火龍，啊有一個頻道係建一個100年嘅火龍本案。俺都用安尼嘅方式來做6對嘅美食嘅相關嘅產業嘅展覽，那歡迎大家來，會看到以前嘅老嘅文物，還有啲下大家會無窮款嘅感受啊！你喺廿段時間做咗睇？係都好開展，歡迎大家來。係。韓國還有一個路跑嘅法通，夾同大家再講一下。歡迎秋暑嘅是高秋大家來聊聊，11月初1。時間大家得付推留落來，我們用路跑嘅方式來讓大家共款來看啊東江嘅美麗客莊，啊嘛共款用客家美食，還有相關語文活動來歡迎大家來就對演戲共下聊聊。冇錯，非常豐富嘅內容，歡迎大家上入6對客家文化演戲嘅面書粉絲專頁就做得來看到。今日什麼好主音來到節目當中？什麼？感謝。謝謝，咩什麼天使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接下來做運動了。